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今日要分享嘅係屬靈惰性嘅第3篇講章，過得很軟弱。我哋今日會操練逃避同埋抵擋。講題呢其實好矛盾嘅，軟弱嘅人其實最識就係逃避，唔使操練嘅，好自然呢就識得逃避現實嘅。軟弱嘅人亦都比較難操練抵擋。舉一個例子啊，好似嗰啲咧喺食物面前好軟弱嘅人，鍾意咧大吃大喝，控制唔住飲食嘅人，面對美食嘅誘惑咧，佢哋最識就係逃避現實嘅啦。明明肥胖對身體唔好，佢哋卻係逃避現實嘅問題，食咗先算啦。如果你叫佢哋去減肥咧，佢哋根本就唔願意，就算勉強開始做運動，又會好快咧失敗喺美食嘅面前。佢哋嘅藉口最多㗎啦，咩食完先至減肥啦，唔食又點會有力氣去減肥呢？就係咁樣喺逃避現實同埋抵擋唔住誘惑雙重夾擊底下，軟弱嘅人啊，真係好軟弱啊，根本好難減肥成功嘅。而我今日要分享嘅呢，就係情慾。人類最軟弱嘅地方，最難抵擋嘅，除咗食慾，仲有性慾。今日咧所講嘅主角咧就係舊約嘅約瑟啦。故事講到約瑟咧，啱啱俾佢嗰10個哥哥賣咗，買佢嘅商人咧就將佢帶到去埃及，放喺奴隸市場上面。有一個有財有勢嘅高官，佢叫做波提乏，佢係法老王嘅護衛長。佢一眼咧就睇中咗約瑟，就將佢買咗落嚟，帶返屋企。約瑟又乖啦，又聰明啦，又叻啦，所以佢好快咧就做咗呢一個家裏邊嘅總管啦。喺創世記37章2節嗰度講到下，約瑟被賣嘅時候咧，佢仲係一個童子嚟嘅。經過前文後理經文嘅推算咧，嗰陣時約瑟大概係17歲左右。我哋算佢喺波提乏屋企應該要熬3年啊，佢先至可以捱出頭嘅，去到總管嘅位置啦。咁呢個時候嘅約瑟應該先至20歲出頭嘅。我哋今日所讀嘅經文呢，就喺創世記嘅39章5到12節。喺5到6節嗰度呢，講到波提乏派約瑟管理家務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華就因約瑟的緣故賜福與波提乏的家，凡家裏和田間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華賜福。波提乏將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約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飯，別的事一概不知。咁樣約瑟喺波提乏屋企嗰度做得好地地，點解會無端端遇到試探嘅呢？係咪因為第6節嗰度講到佢長得秀雅俊美呢？秀雅俊美呢，現代中文譯本呢，就將佢翻作呢體格健壯、英俊瀟灑。簡單嚟講呢，約瑟就係年青有活力，有顏值有顏值，要有體力有體力，哇！簡直全身上下呢都充滿住魅力喎。咁唔通係英俊嘢嘅喎？又或者係咪因為波提乏有一個好識得發姣又有權有勢嘅老婆呢？你都唔好講啊！波提乏嘅妻子呢係一個極具影響力嘅女士嚟㗎，佢好有可能呢係成日利用權力同埋地位嚟到得到佢想要嘅嘢㗎。其實呢，兩樣都唔係。約瑟面對試探嘅最主要原因呢，神允許約瑟受到試探嘅原因係因為約瑟喺呢個時間點上面，佢正正面對住自己人性上面最軟弱嘅部分。請問大家，一個20歲出頭嘅年輕男生喺邊一方面係最軟弱嘅呢？喺邊一方面係最渴求嘅呢？嗰個慾望最旺盛嘅係啲乜嘢呢？冇錯，就係性慾啦。呢個跟生理有關嚇。研究顯示咧，呢個階段嘅男仔咧，佢嘅體力同埋精力咧係最旺盛嘅，有強烈嘅性慾望。魔鬼撒旦佢並唔係傻嘅，佢對我哋嘅引誘試探，佢對我哋嘅攻擊都係瞄準嘅，瞄準我哋嘅要害。喺佢發射攻擊之前，佢一早就已經觀察咗我哋好耐啦。佢掌握咗關於我哋當其時最軟弱嘅黑暗面，即係話
佢開槍，佢從來都唔會瞄唔準、射唔中嘅，佢會把目標去瞄準我哋嗰個時候最軟弱嘅點，絕對唔會手軟嘅。佢最清楚知道我哋嗰個時候最缺乏嘅係啲乜嘢，我哋嘅心理上面最需要嘅係啲咩，我哋嘅情感上面最空虛嘅係啲乜嘢，我哋嘅靈性裏邊最軟弱嘅係乜嘢，我哋嘅罪性當中最容易跌落去嘅陷阱係啲乜嘢。你唔好以為呢一個試探對於約瑟嚟講，冇咩挑戰性啊，唔係啊。青春期嘅男仔血氣方剛，係性慾望最強烈、最高峰嘅階段。而喺心理層面上，約瑟嗰陣時其實係非常之寂寞㗎。你諗一諗啊，一個人離鄉別井喺外國，人離鄉賤，寄人籬下，連一個朋友都冇，連一個同族嘅人都未必能夠遇見得到。佢非常掛住佢嘅爸爸，佢最缺乏嘅就係一個情感嘅寄託、關係嘅依賴扶持。況且佢當其時已經到咗分配嘅年紀啦。撒旦呢，遍地遊行，隨處尋找可吞吃嘅人。佢通常都會喺捕獵目標嘅時候鎖定一啲落單嘅獵物，攻擊嘅對象往往都係孤單嘅邊緣人。咁所以呢，弟兄姊妹唔好讓自己孤軍作戰嚇，尤其是嗰一啲呢，自己一個人喺外邊做嘢，又或者係單身嘅人，又或者遠離屋企，因為工作嘅關係長期同自己嘅伴侶分開嘅人呢，要特別小心啊！性呢唔係罪嚟嘅，呢個係人嘅本性，呢個係神所設計美好嘅一部分。但係我哋應該喺生活當中去尋找真實嘅關係，而唔係喺私底下喺思想上獨自一個人陷入情慾同埋性慾嘅罪惡當中。好啦，翻嚟聖經話呢，約瑟呢，佢非常之有本事，佢好聰明好叻，已經晉升到總管嘅職分，管理主人屋企一切嘅事物，咩事都難唔到佢嘅。無論係主人屋企裏邊嘅家政啦，定還是喺田裏邊工人嘅分配啦、收支嘅記錄啦等等，佢都打理得井井有條。其他嘅僕人呢，都喺佢嘅管制底下。佢20歲咋？你哋當中有邊一個20歲出頭有呢一份被人認可嘅成就啊？好難啊！無敵係最寂寞㗎。當你喺高處，有幾多對眼及住你啊？有幾多人羨慕妒忌你啊？呢個時候，約瑟需要一段感情嘅關係，唔單止係生理上面嘅需要，仲有心理上面嘅安慰扶持。而且當時約瑟呢，佢人在高處，高居臨下，隨之而有嘅可能就係驕傲、貪婪、慾望、妥協或者傲慢。而喺靈性上面，一個唔小心呢，好有可能我哋裏邊天然人嘅罪性就會暴露出嚟，可能慢慢就想取悅個老闆或者老闆娘啦，更加可能為勢所逼。如果拒絕老闆娘嘅要求，地位可能會不保㗎，甚至可能會人頭落地。你睇佢後面拒絕咗，從而就面對被誣告落到去監獄嘅局面啦。弟兄姊妹，每一個屬神嘅兒女呢，都一定會面臨試探㗎。而如果你係被神揀選嘅器皿呢，更加會重重咁樣面臨試探。而魔鬼嘅引誘試探，必然係對準嗰個人嘅要害而發出嚟嘅攻擊㗎。如果你咁好彩，你冇遇見過試探嘅話呢，請你唔好開心啊，因為咁樣係可能代表你係根本喺神嘅心裏邊冇咩太大嘅價值，所以連撒旦都懶得去搞你。咁點解上帝會允許撒旦去引誘試探我哋呢？因為第一，我哋之前都講過嚇，你喺試探失敗之後呢，反而能夠更深咁樣呢去體會得到上帝嘅信實。你會體會得到，無論你幾咁污穢，上帝嘅信實確保你永遠喺佢嘅愛裏邊。呢一個呢，喺真的愛你嗰個系列嘅第4集嗰度呢，我講過噶啦。而第二點呢，神允許撒旦去引誘試探我哋嘅呢，就係為咗要我哋學識勝過試探。如果你係被神揀選嘅人，咁你就更加要明白，只有勝過情慾，先至算係真正站穩咗屬靈嘅腳步。可能你侍奉上面好有恩賜，好有果效，但如果喺私底下裏邊，你嘅生活裏邊，特別係面對試探嘅時候，成日都跌倒，
咁就證明你仲未真正活喺神嘅同在同埋聖潔裏邊。撒旦唔會隨便攻擊人㗎，佢特別針對嗰啲有呼召、有影響力嘅人。如果你靠近神，照住神嘅心意去活，甚至被神呼召去傳福音、侍奉神、帶領人去認識耶穌，撒旦就肯定會設法咁樣去攪擾你，你就更加要嚴加防範。因為撒旦會讓你失去你嘅屬靈嘅影響力。一旦你陷喺情慾嘅罪惡裏邊，你祭司嘅身份就會被玷污，你服侍嘅力量亦都會慢慢被削弱。參孫就係一個好例子。我喺性格決定命運嗰個系列嘅講章裏邊，第一集就講過參孫啦。佢係一個意志唔堅定嘅人，佢因為沉迷美色而失去恩膏。神當然可以使用任何人，但係如果你想俾佢用得更大更深，咁你就需要喺情慾呢一方面站穩。如果唔係，神本來要傾倒喺你身上面嘅恩膏，亦都會不斷被浪費咗啦。約瑟呢，佢同參孫相反，佢嘅意志非常堅定，所以呢，佢可以話係呢一剔過佢就 pass 咗啦。嗱，你自己問自己，你自己係咪一個軟弱嘅人呢？喺意志上，你到底係咪一個堅定嘅人呢？我哋坦白講啊，我哋更多嘅似參孫。咁神又點樣睇我哋嘅軟弱呢？第一點，神睇我哋嘅軟弱呢，係帶住憐恤㗎。記唔記得耶穌呢喺客西馬尼園裏邊嘅祈禱啊？佢啲門徒呢，我竟然瞓着咗。到耶穌禱告之後呢，返嚟啲門徒呢非常尷尬。點解？點解我哋唔能夠警醒片刻呢？嗱，面對其實門徒嘅尷尬同埋自責呢，耶穌呢，佢係講咗一句説話，一句充滿住安慰嘅説話。耶穌話：你哋應當警醒禱告，免得陷了試探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但是肉體卻是軟弱的。耶穌呢唔係唔知道我哋嘅軟弱啊，因為耶穌都曾經成為人嘅樣式，明白我哋嘅試探，佢能夠深深體會得到呢我哋嘅軟弱。希伯來書嗰度呢曾經提到，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，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他沒有犯罪。詩篇呢都有一句經文嘅，你將佢放埋嚟呢一度一齊睇呢，就好有意思啦。係103篇11至14節，天離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。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，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，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，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。神體恤我哋嘅肉體嘅軟弱，因為佢知道我哋嘅肉體只不過係塵土，係最脆弱不堪㗎。喺神嘅眼裏邊，我哋所有嘅軟弱佢都知道，我哋所有從肉體、從情慾而嚟嘅黑暗面、污穢嘅部分，甚至我哋隱而未見嘅罪，佢都知道。佢唔單止知道，佢仲反過嚟體恤我哋、憐恤我哋、思念我哋，甚至乎用唔同嘅經文交叉咁樣去安慰我哋。弟兄姊妹，今日神唔係一個監考員，一個老闆，俾你一個 target， 你能過就過，你唔能過你就 fired。唔係啊，神其實好想話俾你知，係啊，我係允許魔鬼對你引誘試探，但係我嘅目的係要讓你通過噶。但即使你喺失敗嘅過程裏邊，我都要讓你體會得到我對你嘅信實。而我最終嘅目的係要帶領你跨過呢重重嘅艱難，帶領你得勝噶。所以你唔好再自我懷疑、自我否定啦。弟兄姊妹，請你記得，你犯罪失敗係一件事，神對你嘅心卻係另外一件事。千萬唔好因為失敗而懷疑神對你嘅愛冷卻或者改變咗。神嗰邊絲毫唔受到影響，神就是愛，唔理你點樣棄絕佢、拒絕佢，神都仲係愛你噶。如果你唔能夠改變神嘅屬性，你就唔能夠改變神對你嘅態度。神愛你，神極其嘅愛你。神同你講，連我都憐恤你啦，連我都體恤你，
你仲有咩資格喺度否定自己呢？你千次萬次嘅錯，耶穌嘅寶血都能夠潔淨你㗎。所以呢，我哋即使犯咗錯，我哋仲係可以天天咁樣嚟到去尋求佢嘅幫助，佢唔會覺得厭煩㗎。所以希伯來書4章16節嗰度講，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。第二點，面對軟弱，我哋唔好高估自己啦。我哋人最敗壞嘅呢，其實唔係喺我哋仲喺嗰個犯罪嘅意念同狀態裏邊。我哋人最敗壞嘅，其實就係我哋成日高估咗我哋自己。我成日遇到一啲弟兄姊妹咧，哇！佢哋好自信嘅，成日都覺得我好剛強㗎。你講嗰啲問題從來都冇發生喺我身上。冇錯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好想要剛強，但係各位，研究顯示80% 嘅弟兄姊妹咧都曾經有智慧、有性幻想，而偏偏喺性幻想當中嗰個主角咧，唔係自己嘅妻子或者丈夫，而係其他人。喺馬太福音5章28節嗰度，耶穌亦都講到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，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奸淫了。對方如果唔屬於你嘅妻子或者丈夫，唔係喺婚姻嘅裏邊，你將佢當作一個性幻想嘅對象，咁即係其實喺心底裏邊，你已經犯咗奸淫嘅罪啦。有一個弟兄呢，佢分享有一次佢覺得自己真係好污穢，佢喺神面前呢去懊悔認罪。神同佢講啊，其實呢，你嘅罪點只有呢一啲呢？如果我容讓你嘅初戀再一次出現，成為一個試探嘅機會，你就會即刻跌倒。你今日仲未全盤嘅跌倒，係因為我唔畀你呢個機會咋。你嘅罪行未行出嚟，係因為你未有呢個機會咋。咁並唔代表你嘅罪性唔存在啊。話喺呢個時候呢，呢個弟兄呢，佢冇被神厭棄拒絕嘅感覺，佢感覺到神講呢一句説話呢，其實好幽默，成為咗佢嘅溫暖，成為咗佢嘅膀臂。神就係佢嘅保護網啊。於是呢，佢笑笑口咁樣同神回應：係啊，神啊，連我唔知道嘅你都知道。我哋要承認我哋自己嘅軟弱，承認自己嘅軟弱唔係一種自憐，而係承認自己嘅軟弱嘅時候，反而係一種積極嘅態度。因為既然有神呢一個保護網，我哋就能夠生出滿滿嘅被愛感，就能夠睇得到自己係幾咁軟弱。我哋嘅軟弱顯然易見啊，而我哋仲未跌落去，其實係因為神呢一個保護網一直喺度托住我哋咋。喺聖經裏邊，靠住主剛強嘅人，成日都誇自己軟弱嘅人，大家都知道係保羅啊。保羅成日都誇自己軟弱噶。佢雖然睇到人唔能夠講嘅秘密，佢上過3層天，但係佢從來都冇誇佢自己嘅厲害。保羅佢淨係誇耀自己嘅軟弱。每一次當保羅講到自己軟弱嘅時候，佢要講嘅重點就係佢經歷咗上帝點樣扶持佢嘅力量。哇！呢個好重要啊！就係當你極其軟弱嘅時候，你冇辦法靠自己嘅時候，心裏邊就會產生一種依靠、依賴主，咁你就會經歷神扶持你嘅能力，神嘅信實同慈愛喺你嘅軟弱當中顯得完備，保護你周全。所以呢，越同神親密嘅人呢，反而係越謙卑嘅人。佢成日都能夠用呢一份積極嘅態度嚟對誇自己嘅軟弱。C，心靈願意，肉體軟弱。我哋呢，好似成日都會喺思想上啦，喺情慾上面反反覆覆咁樣犯罪。冇幾多人能夠長時間得勝㗎，有啲人呢係偶然得勝。但係更多嘅人係長時間喺情慾嘅搏鬥當中，甚至屢戰屢敗。咁係因為你嘅思想同埋情感其實一早就已經被邪靈重寫咗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嘅大腦同埋你嘅身體已經被情慾污染到停唔落嚟嘅狀態。你可能自己都經歷過，啱啱認完罪悔改，但係冇幾耐又一頭栽喺呢一個嘅性嘅慾望同埋罪嘅裏邊。
好多人以為靠禱告就能夠搞掂情慾嘅問題，但事實係，如果你已經陷到好深，淨係靠祈禱係唔夠㗎。你睇下喺客西馬尼園裏邊，耶穌都帶住啲門徒一齊去祈禱㗎，但係無論佢哋嘅心靈幾願意都好，肉體仲係剛強唔起嚟。唔係因為你唔夠真心，而係其實你嘅思想系統已經被嗰一啲邪靈污染過啦。特別喺你仲未信耶穌之前，你嘅魂已經習慣咗嗰種感覺。其實嗰個時候，你根本就唔係喺度滿足緊自己，而係喺度妥協嗰啲嘅邪靈去取悅佢哋。因為佢哋本身冇身體嘅，所以只能夠靠你嚟過癮。你以為喺犯罪嘅裏邊嗰種罪中之樂，只有你自己一個人享受啫咩？你以為你習慣性咁樣犯罪，只係得罪自己嘅身體啫咩？唔係啊！邪靈係透過呢一份罪中之樂同你同樂㗎，而且你越係妥協，佢就越強。你可以見到背後有一個幕後黑手嘛？你仲以為係你可以控制自己嘅身體？其實你控制唔到，你想忍啊，你想停都停唔到啊！你只能夠選擇繼續犯罪，定還是係更深嘅沉淪？你冇選擇唔犯罪嘅自由啊！未信耶穌之前，你根本就唔係一個自由人。你妥協嘅年日越耐，邪靈喺你身上嘅轄制就越強。咁所以你信咗耶穌之後，如果你冇我以下所講嘅4點嘅操練呢，你都唔算係一個得勝嘅自由人啦。操練，我哋要喺日常當中操練逃避，唔好再俾自己揾藉口啦。啱啱聖經提到波提乏嘅妻子第7節嚇，佢耳目傳情俾約瑟，同佢講：你與我同寢吧。仲有第10節，他天天和約瑟説話，日日用説話去勾引佢嚇，日日用説話嚟到勾引約瑟，對約瑟日日嘅誘惑，對約瑟死纏爛打，希望呢總有一日能夠讓約瑟屈服。弟兄姊妹，關於情慾、性慾有關嘅試探同埋引誘呢，係會不斷咁樣臨到嘅。譬如呢，你會發現有時呢，打開手機或者瀏覽一啲網絡嘅時候呢，總係呢有一啲色情嘅嘢呢跳出嚟嘅。特別喺我哋嘅情感同埋心靈軟弱嘅時候，喺破口之上嗰一啲呢死纏爛打嘅試探同埋引誘呢，成日都會出現喺我哋嘅眼前嘅。終於呢一度經文所講，終極嘅試探嘅一日嚟到啦。11節講到嚇，就係屋裏邊呢冇人啊，喺屋企四處無人之下，哇！所有嘅時間點都為約瑟提供咗最佳嘅試探機會。呢個試探嘅舞台已經準備就位啦，冇人喺屋企，約瑟自己一個人。同時波提乏嘅妻子意圖不軌，佢用手拉住約瑟。哇！你幻想下，你想像一下。視覺上面好靚，喺香水味啦、氣氛啦、浪漫啦，哇，全部都到位啦，提供咗極強大嘅誘惑力。當喺咁樣嘅環境底下，其實呢，我哋都有好多藉口嘅。譬如呢，我哋會諗：哎呀，煮到埋嚟唔都唔食咩？係咪？哎，我相信神會理解嘅，神會允許呢啲咁嘅事發生嘅。但不過呢，約瑟佢卻唔係咁樣諗。佢上演咗一場逃難記，佢二話不說，諗都唔諗，逃之夭夭，唔畀試探留有任何嘅機會。我相信呢，約瑟佢嘅逃啊，其實唔係當下嘅決定，而係佢喺日常生活裏邊，喺平日嘅日子裏邊，佢已經諗好咗啦。如果發生咁樣嘅事，佢應該點樣去應對？約瑟冇屈服，佢明白自己嘅弱項，所以其實佢喺件事仲未發生之前，佢一早已經喺心裏邊上演咗好多次類似咁樣情景，而且佢喺心裏邊訓練有素，佢心裏邊一早就已經訓練出一個逃脫嘅系統嚟啦。所以呢，喺事情真係嚟臨嘅時候，佢就好自然當機立斷，斷然咁樣離開現場，佢冇猶豫半秒，冇俾魔鬼留地步。呢種就係操練逃避試探。係日常做㗎，而唔係喺危機發生嘅時候先去做㗎。突發嘅事情發生啦，先決定逃定唔逃，喺猶豫之間，恐怕已經嚟唔切啦。
提摩太後書2章22節嗰度哈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慾。呢個咧係保羅對年輕嘅提摩太嘅勸勉，亦都係約瑟喺平日嘅日子裏邊佢所做嘅。所以呢一度咧最基本嘅一點就係喺你平日嘅日子裏邊，你唔好同你嘅妻子或者丈夫以外嘅人有性幻想。如果唔係機會嚟到咧，你就逃唔到噶啦。咁未結婚點算啊？如果你真係有呢一方面嘅需要，聖經都教導我哋，你不如早啲結婚啦，係咪？冇對象嘅，你仲喺度等待緊你嘅另一半出現嘅，求神睜開你嘅眼睛。同時，你其實可以做其他嘢去分心嘅，唔好成日都及住自己，哇，覺得自己一個人好可憐。你多啲去享受一個人仲有其他獨處嘅自由啊，去發現人生仲有好多其他嘅樂趣同埋滿足感啊。如果你拍緊拖，你守唔住自己嘅身體嘅話咧，咁請你認清楚眼前嘅人係咪適合你嘅。如果係嘅話咧，早一啲結婚；如果唔係嘅咧，當機立斷。當機立斷做乜嘢？仲未結婚嘅弟兄姊妹，你唔需要背十字架嘅。請你睜開你嘅眼睛，睇清楚，談戀愛唔需要委屈自己，唔需要妥協嘅，揀清楚，做一個無悔嘅選擇。一旦選擇咗，就冇得後悔。因為結咗婚之後，你卻係要背婚姻嘅十字架㗎，你需要妥協㗎。婚姻裏邊係要受委屈㗎。結咗婚，你就要背婚姻嘅十字架，咁就請你開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你接受啦，你認命啦，係你自己揀㗎。佢點樣唔符合你嘅心意，你點樣後悔，佢點樣唔合你嘅心意，你點樣後悔，你都唔能夠喺你心裏邊去揾其他人替代佢。你只能夠接納包容佢，cover佢嘅軟弱，同佢一齊接受婚後輔導，用神嘅心意去提升佢。如果唔得嘅，你就咬住牙關，都唔能夠嫌棄佢，因為呢個係你嘅十字架。所以無論你而家嘅婚姻狀態係點樣都好，都唔好俾自己藉口，除非你發現對方對你係有暴力，或者喺性行為上面犯咗奸淫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冇得揀嘅。走錯咗婚姻嘅路，你怪唔到神，你亦都怨唔到人，你就只能夠配合神，讓神喺你同佢身上面去做調整提升。如果對方確實真係提升唔到，咁你自己喺情慾方面都仲係需要忍受苦難。呢一個係一個婚姻嘅十字架，將來你會得到喺受苦以後得勝過後得到榮耀㗎。我哋都好熟悉嘅經文，雅各書1章12節，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，必得生命的冠冕，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。喺呢一個忍耐嘅過程裏邊，你要知己知彼，不戰百勝。你要揾出自己嘅誘發點，每一個人嘅誘發點、被引誘嘅點都唔一樣㗎。有啲人可能係一段音樂，有啲人係某種嘅社交場合，係一段對話、一部影片或者一段感情。你要知道，每一次重複嘅性罪行，其實都會喺你嘅大腦裏邊鋪咗一條路。時間耐咗啦，嗰種智慧手淫就會成為咗一種習慣性嘅通道。一旦咧觸發嗰個誘發點，你嘅大腦咧就會自動進入呢一種熟悉嘅路線。你要清醒嘅，揾出邊一啲係容易讓你走偏嘅點，然後有策略咁樣避開。例如可能要避免去聽嗰啲容易誘發情慾嘅音樂啦，唔好去睇嗰啲會挑起你慾望嘅電影圖片，唔好接觸一啲黃色嘅雜誌，用其他嘅方法嚟到去取代佢。所以咧，除咗屬靈嘅層面咧，肉體嘅管理都唔能夠忽視㗎。你需要靠運動，規律咁樣飲食，規律咁樣作息，讓到你嘅身體同埋你嘅魂習慣，唔好成日軟賴賴、啤啤呼嘅，唔好成日諗住點樣去取悅自己嘅身體，而係多做一啲積極嘅事情，培養一個高度參與嘅興趣嚟。以前咧，我曾經訓練過一個弟兄啊，佢去揾出佢其他嘅興趣。佢就諗起，哇！佢細個嘅時候咧，好想去打網球，但係因為嗰陣時屋企經濟條件唔係咁好，冇錢可以去做呢一件事。咁而家
而家咪一個好機會咯，所以佢就去學啊。佢喺咧學習同埋咧越打網球嘅時候咧，佢越發現咧，哇！原來佢真係將打網球嗰個細胞天分咧發掘咗出嚟。從此以後咧，佢就用打網球嚟到去代替咗嗰啲唔應該有嘅思想同埋手淫。所以咧，弟兄姊妹，神係會俾我哋出路噶，但係你必須要睜開眼睛去睇，積極咁樣去尋找。哥林多前10章13節講到：你們所遇見的試探，無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。在受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。當你執意要轉移你嘅視線，去揾其他興趣、正面積極嘅興趣嚟到去代替嘅時候咧，咁你就係喺度要餓死你嘅性幻想。你會發現咧，你嗰方面嘅慾望咧係會越嚟越萎縮噶。提後2章22節嗰度頭先講到噶，我哋唔單止要逃避自己嘅私慾，我哋仲要點啊？我哋仲要去揾嗰啲清心禱告主嘅人，追求公義、信德、仁愛同埋和平。即係話你可以去揾一個屬靈成熟嘅人，你可以信任嘅人，去成為你嘅守望者啊！彼此認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們可以得醫治，係咪？相反，你要逃避嗰一啲睇上嚟你自己都 sense 到，即係話咧有一啲異性出現喺你嘅面前，你 sense 到噶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靈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會 sense 到對方嘅靈啊！呢一個咧好難去解釋啊，但係你感覺到噶。當嗰個唔合適嘅人出現喺你嘅面前嘅時候，我哋唔好去製造機會，或者去配合機會去同佢單獨相處。你所有嘅關係都要乾乾淨淨，要俾你自己嘅配偶知道。生活裏邊唔好有其他人唔知道嘅小秘密。另外，如果你發現自己喺跌倒同埋悔改之間嘅循環當中，好似永遠都跳唔到出去，咁好有可能你嘅問題唔係淨係喺行為層面，而係更深嘅屬靈同埋心理嘅根源裏邊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啲心靈裏邊嘅黑暗嘅位置，只有你知道，神知道，魔鬼知道，其他人唔知道㗎。要喺情慾嘅捆綁當中走出嚟，你就必須要搞清楚，性行為本來好多時候都只係表面嘅現象，佢後面真正嘅問題往往係你用錯咗方法去處理內心嘅壓力，可能係喺你長期處於高壓、孤獨、創傷，或者由細到大都缺乏愛，於是就依賴性行為同埋幻想嚟到去麻痹自己。呢個時候咧，淨係靠自己咧，真係好難走出嚟㗎。你需要去揾一個專業嘅屬靈嘅基督徒輔導，將一啲咧藏喺心底深處裏邊根源嘅問題挖出嚟，面對同埋處理佢。唔好硬係要靠自己嘅意志力啊，係冇用㗎。唔係依靠自己嘅努力就能夠勝過㗎。因為裏邊咧係有屬靈嘅捆綁，人嘅軟弱背後係有邪靈喺度推動㗎。呢一樣嘢唔係你話戒就能夠戒得到。你需要喺屬靈上面悔改，配合心理層面嘅重建，一齊並進先至會有效。所以我哋要決心一天天嘅餓死佢哋，要讓呢個幕後黑手變弱，唯一嘅辦法就係持續每日咁樣餓死佢哋。亦即係話咧，你唔好再順住嗰啲嘅 idea，嗰啲嘅意念，唔好回應，唔好配合，咁佢就自然一點點嘅失去力量啦。喺羅馬書12章2節嗰度講到，不要效法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意思就係你嘅思想其實係可以被更新嘅，只要你願意不斷咁樣做出新嘅選擇，你嘅大腦就會一啲啲咁樣咧去被神重新咁樣塑造。但係你要知道啊，嗰啲邪靈咧唔係話放手就放手㗎，特別係你已經被困咗好幾年，佢哋係會拼命咁樣將你拉返入去。
只要你有反抗嘅念頭，佢哋就會加強火力，甚至讓你感覺得到性慾突然之間特別強烈，強烈到你要自己咧好似有一種崩潰嘅感覺。呢個就係佢哋嘅反撲。佢哋知道就嚟冇機會啦，於是就拼盡全力讓你再跌一跤。你越係拒絕，佢哋就會越係焦急。換句説話嚟講，你靠自己靠一半就靠唔住啦，停落嚟㗎啦。佢哋就會變本加厲咁樣對付你，甚至有時候情慾嘅靈甚至會藉住某一個人，讓對方行喺你身邊嘅時候，喺你面前飄過嘅時候，特別嘅熱情，或者咧佢對你有特別嘅一種吸引力，或者藉住佢嘅説話咧，讓你覺得佢好頻繁咁樣靠近你。你可能覺得嗰個人對你有意思啦，你自己會莫名其妙咁樣咧去被某一個異性咧去吸引住嘅。你個腦裏邊咧會不受控制咁樣咧去諗啊，去思想啊，去幻想啊。其實唔係因為對方幾咁迷人啊，而係咧因為情慾嘅靈，佢正藉住呢一個人向你發動屬靈嘅攻擊。嗰個人嘅身體已經變成咗一個誘惑嘅平台，讓你睇上嚟呢一個人，突然之間讓你有強烈嘅性衝動，已經喺度釋放緊不潔嘅屬靈氛圍。如果你冇即刻咁樣認出呢一個係屬靈嘅攻擊，即刻將你嘅思想拉返嚟咧，咁邪靈就會利用呢個人將你拉入去情慾嘅陷阱，讓你及住嗰個人，喺嗰個人嘅身上面咧沉淪幻想，咁你屬靈嘅防線就會越嚟越鬆。有一日喺你狀態最差、最軟弱嘅時候，你就真係跌咗落去㗎啦。咁樣，你本來燃燒住屬靈嘅火焰，就會好似淋咗一盆冷水咁樣徹底咁樣熄滅。呢個係我哋最危險嘅時候。撒旦等嘅就係等呢一刻。一旦你跌咗落去佢嘅陷阱嗰度，佢就唔會淨係俾你停留喺佢嘅陷阱裏邊咁簡單。佢會趁住你最軟弱嘅時候，繼續發展一連串嘅攻擊，讓你從內到外崩塌。佢會折磨你嘅身心靈，攻擊你對神嘅信心，讓你失去方向，讓你同神之間嘅關係癱瘓，甚至乎同其他人嘅關係亦都會斷裂。你睇參孫就知道啦，大利拉讓佢枕喺自己嘅腿上面瞓覺，就讓人將佢嘅頭髮剃咗，然後結果咧，佢嘅力量就會離開佢啦。魔鬼唔係淨係想讓你跌倒，而喺跌倒之後，佢仲要踩你一腳，讓你徹底咁樣站唔起嚟。但係最關鍵嘅轉捩點就係你自己問自己：你受夠咗呢一啲未啊？你食夠咗苦頭未啊？打倒咗啦，你願意再站起嚟嗎？你願意下定決心要餓死佢哋嗎？歷史上面好多屬靈嘅領袖都曾經喺呢啲事情上面跌倒過，但係佢哋之所以冇徹底嘅失敗，係因為佢哋跌倒之後，佢哋識得返去神嘅面前，放低自己嘅驕傲，承認自己嘅軟弱，接受神嘅修復。佢哋唔係靠自己走出嚟嘅，而係學識咗靠住神嘅恩典，一步一步咁樣站起嚟，一日一日咁樣將嗰個犯罪嘅慾念餓死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必須要過住順服神嘅生活，先有力量去抵擋魔鬼嘅。雅各書嗰度都講到啦，4章7節，你們要順服神，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。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先至會離開你哋逃跑嘅。但係你見到抵擋之前，必須要先順服神。你唔可能冇順服神嘅生活，就憑空咁樣有力量去抵擋魔鬼㗎，因為你根本就冇力量，魔鬼自然就唔會驚你，亦都唔會離開你逃跑。所以簡單嚟講，如果你喺生活裏邊你冇過住順服神嘅生活嘅話，咁你就去 D 嗰一點頭先講嘅，你就逃避啦。如果你冇過住順服神嘅生活，你就只能夠停喺逃避魔鬼呢一度。但係如果你喺生活裏邊你有順服神嘅話，咁你就唔係去逃避魔鬼，而係調翻轉魔鬼去逃避你。呢個咧係唔同嘅層次嚟㗎。如果弟兄姊妹冇過住順服神嘅生活，你唔好以為自己可以抵擋得住魔鬼，你抵擋唔到㗎。咁你不如去逃避啦。如果你嘅階段係逃避，停留喺 D 嗰一點，
我都接受啊，總比你連逃都唔識逃啊，係咪？但係我話畀你知，你逃避唔到幾耐㗎，你會逃到攰㗎。或者你喺逃避一個試探嘅時候，你會不知不覺跌咗入去另一個試探裏邊。呢個就係魔鬼聰明之處。你逃得過情慾嘅試探，你可能逃唔過金錢嘅誘惑。試探呢一樣嘢呢，總有一樣喺你附近嘅。因為你冇過住順服上帝嘅生活，你唔夠聰明啊，你唔識得分辨啊，你都唔夠力量啊。所以呢，好簡單，一條屬靈嘅方程式，順序係唔能夠調翻轉㗎。首先過順服神嘅生活，你先有力量去抵擋魔鬼。所以最重要嘅第一步就係喺箴言4章23節，你要保守你心，勝過保守一切。嗱，呢一度保守嘅意思呢，其實只係認真咁樣看守，唔好放鬆你嘅心。所以其實和合本呢，原文即係加咗括弧嗰個呢，裏邊嘅解釋先至係最精確嘅解釋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而且係要切切咁樣保守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保守自己嘅心就係第一個順服神嘅行為，因為心係屬靈爭戰最核心嘅地方。你允許啲乜嘢入嚟，就決定咗你條命，你個生命會去邊一個方向走。你個心唔單止唔好胡思亂想，你更加要學識主動咁樣切換自己嘅思維。當嗰啲情慾嘅念頭冒出嚟嘅時候咧，你要即刻喺心裏邊果斷咁樣同自己講 Stop it。然後咧，你要將你嘅注意力拉走，將心意奪回，去祈禱或者去默想一節嘅經文啦。平時咧，你要建立穩定嘅禱告生活，你同神之間要保持連結，持續咁樣嘅連結。尤其是喺腦裏邊咧浮出嗰啲讓你有性衝動嘅畫面同埋念頭嘅時候咧，你唔好喺度發呆啊，你唔好拖延啊，將試探嘅時刻變成你親近神嘅一個大好嘅機會。第一時間將嗰啲嘅意念轉化成為祈禱，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，用你嘅真理嚟到去佔據我嘅思想，奉耶穌基督嘅名去捆綁嗰啲嘅意念。你亦都可以咧嘗試去背一啲專門關於勝過試探嘅經文，讓你自己更加方便啊！當一有試探嚟到嘅時候，你即刻就可以拎出嚟喺心裏邊默念。我哋今日所讀過嘅所有經文，隨便一段都可以拎出嚟，讓你成為得勝嘅把握。然後我哋要知道，其實情慾嘅終結就在於敬拜。關於情慾嘅爭戰呢，講到底呢，唔單止係行為嘅改變，而係敬拜嘅歸屬，能夠讓我哋將自己個心拉返去神嘅面前。但係我哋唔單止要聽，我哋要口唱心和㗎，跟住敬拜嘅詩歌一齊唱。當你嘅金口一開嘅時候咧，呢個就係敬拜啦。呢個就係所謂將自己獻畀神嘅一個舉動啦。所以不要容讓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，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，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，將自己獻給神，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。為咗唔好讓黑暗嘅權勢，唔好讓破口嚟到去抵擋神嘅工作，你戰勝情慾嘅最後一步，必須係敬拜。唔單止係星期日啊，返到教會先敬拜，亦應該每一日喺你屋企裏邊自己一個人嘅時候，你要進到你嘅內室去敬拜。你將會經歷得到喺敬拜當中嘅聖靈充滿，靈裏邊被充滿，比起肉體上面嘅滿足，你哋試下，其實完全係唔同層次嘅享受。喺靈裏邊被充滿呢一部分，交俾你哋自己去體驗。好多人就係喺戒掉肉體嘅軟弱嘅時候，喺敬拜當中經歷聖靈充滿，而且就開始講起方言嚟。從此靈命一飛沖天，生命不再一樣。總結，你越係靠近神，神嘅恩膏就越係能夠自由咁樣流動喺你嘅生命裏邊。哪怕你曾經跌倒，甚至乎千次萬次，只要你願意轉向神，
神嘅修復唔單止係讓你回到原點，神甚至會帶領你走進更深嘅呼召。我哋人必須喺失敗經歷神嘅恩典過後，先至真正明白乜嘢叫做靠主剛強。所以唔好放棄，要記得係神教導我哋嘅手點樣爭戰，點樣打勝仗。我哋一齊嚟祈禱。親愛主耶穌，多謝你咁愛我哋，亦都體恤我哋。你畀我哋無限嘅赦罪嘅恩典，喺失敗過犯當中，你係我哋嘅拯救，係我哋嘅高台。你係我哋嘅牧者，生命嘅安慰主。你係拯救，你係寬恕，係我哋嘅盾牌。我哋要抬頭啊！我哋要抬頭，唔好再被奴役。我哋要降服，要喺壓制裏邊得釋放。多謝你帶領我哋一次又一次嘅得勝。我哋向世界宣告，你係我哋嘅盼望。我嘅心靠住你，終會得勝，而且仲要繼續得勝，一直等到主耶穌再返嚟。祈禱係奉大能者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主，你是我亮光，是我生命的保障。主，你是尊貴，你是可畏，是我的高台。主，你是我牧者，是我生命的安慰。主，你是拯救，你是寬恕，是我的盾牌。抬頭吧，別再被奴役，降服吧，瞎眼都可看見。從壓制裏獲釋放，你國要彰顯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，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，我要不惜一切信服你訓示，盡情地獻上作活祭。主，你是我牧者，是我生命的安慰。主，你是拯救，你是寬恕，是我的盾牌。抬頭吧，別再被奴役，降服吧，瞎眼都可看見。從壓制裏獲釋放，你國要彰顯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，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，我要不惜一切信服你訓示，盡情地獻上作活祭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，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，我要不惜一切信服你訓示，盡情地獻上作活祭，盡情地獻上作活祭。